迄嘛是啥拢乌，敢若熊猫，所以讲有当时啊，伊若困足饱，即型的话，绝对是身体方面的问题，肺部的问题，拢是拍到即个熊猫，有诶是无困饱，比较工就无困饱，即摆少年人就爱咱啦打电动，拍电动，拢做是即个暗时拢无爱困，拢变做熊猫嘛，嘿，所以讲。若是面会当看即个毛病，若是手伸出来，你也会当看你的毛病出来。所以讲咱自我检查啦，看咱倒位啊无拄好啦，拢会当看。你心脏有好无？咱家己摕迄个表仔来量看觅，我1分钟标准的就爱跳72摆，你即摆才剩几摆尔？所以讲你就会当看你的心脏。你若是讲有的人啦，人和人共讲讲话，你感觉这人，讲话哪有一个味？讲话有一个味。这人火气真大，这人危险，这是中风的前兆。有中风的前兆，就是讲这人讲话你会感觉足臭迄人讲话足臭伊腹内火就伊压起来，所以讲伊会感觉讲安那，这个火气真大，胃巴肚安尼发作，讲话真臭。搁迄个人安那面红讲讲，是把他泡泡菜，迄绝对是中风的前兆。真侪人和咱接触这人危险。真正过无偌久，人就讲中风，所以讲中风，咱平常时感觉，咱若是讲出外去倒位，但是感觉，我哪头壳蒙蒙啊，感觉安尼头壳蒙蒙，我哪是外头泡泡菜，可能你的血已经性管啊，你家己表仔摕来量看觅，1分钟跳72摆，你搁跳到100几摆去啊，迄个危险啊，较紧滚水加啉一寡，较紧。啉加啉一寡滚水，较紧的咱来去地方先看，安尼才是对。所以讲咱家己平常时爱注意的这方面啦，爱注意这个。好，煞来咱要来讲这个咱的这个五行，含咱的五脏，含咱的这五色，含咱的五味、五官、五脏、五方，迄拢总有关系拢总有关系。好比讲咱即摆会当看咱这个。五行内底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这个是讲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行，五行内底会管咱的倒位呢？肝，五脏内底肝，肝就是属木的，心是属火的，脾土，气部是属金的。迄个肾是属水，所以讲你若讲，你的肝无歹啦，你的心火大啦，是讲你的鼻土袂开啦，是讲你的气机歹啦，是讲咱这肾水啦，用迄个肾水虚弱啦，就是安尼。所以讲，你反映咱这个五行，切的物件，咱这个切的物件会入肝。下入肝木，咱讲肝木歹，用切物件切实的切实是属肝。若是讲咱个心火大面，红高赤字啦，对吧？心火大，就是红色的。苦的物件会当来替咱的心火，心火大会当替咱的心火。你若讲这个肝若无好，就看伊目睭就知影。看伊目睭，你个肝白，看目睭面仔就知影。咱如火气大。用喙齿开来，我看你的喙齿，迄喙齿就是白白足够，所以讲这个看喙齿。若鼻土袂开啦，喙就无要爱食嘛，鼻土袂开，所以讲甘的物件会安那会开咱的皮肤甘草粉啦，无这个胃散啦，伊拢是甘的，所以讲甘的物件会入咱的皮土，甘的物件会入咱的皮土。煞来看。气金无好的人，伊的面是白色色，拢白色的迄个面。人讲有无？海气较久，海气较久就是这个气热气低的迄个后壁绝对是面白苍苍，甲咱知影扫安尼扫，迄个人的皮肤是白色的，所以讲影响到咱的鼻啊，插鼻啦、气管无好啦，迄拢是鼻塞，伊拢有关系。咱讲心水无好的人，迄人心水足弱的人，伊的面可能是乌糟糟，乌的是属水，伊碱性的物件会当入心，碱性的物件会当入心，所以讲有的人的耳仔拢有关系，耳仔看有的人耳仔乌乌，有的人
大部拢是安尼，咱若看查甫人拜神的人吼，一般看这两群啊，拢安尼乌乌啦，敢若翻安尼乌乌啊，迄个查甫的啊，即个有迄种乌乌吼，即种是药剂啦，药剂较歹，吼，所以讲咱即个歌木歹，吼，啊，青的物件对青就是俗歌，吼，红的俗火。啊，黄的就是讲，啊，伊若面皮啦，皮土袂开啦，就是拍迄个面。哦，你讲心火大啦，伊就面红着正是哦红。啊，若是皮土袂开的囡仔，黄皮你无爱食饭啊，迄黄皮皮哦，甘的物件会当是。所以讲五行五脏五性五味五官，拢息息相关，拢有关系啊，拢有关系啊。哦，可比讲，咱若是讲即个。气品无好就袂常常，心味物件会当入咱的心啦吼。啊，若心情无好的人面会无好，哦，啊，搁碱性的物件会当安尼入咱的即个心水。所以讲咱这内底吼，五行五脏五性五味五官五脏五方，嘿，五方是啥？东方啦，东边吼，伊就属木，啊，若南边的话就属火。中央就是属土，啊，若是西边就属金，啊，若是即个北部就属水，哦，所以讲即个拢是息息相关的嘛，吼，息息相关。所以讲即个五行五脏五味五色吼，即拢对咱的身体这方面吼，一定有足大影响。可比讲咱若是讲肝无好的话，可能影响到伊的迄个筋骨。肝无好，有当来讲肝人会足忝的，伊的筋骨后有问题，你会感觉会生疼。哦，啊，若是心火大的人，伊的循环系统也袂好。哦，啊，若是讲迄个脾土无好的人，伊的消化拢无好，消化系统拢无好。哦，所以讲若是讲啊气筋无好，伊的人气部无好的人，绝对是呼吸，哦，呼吸的迄个气管较无好，气部无好的人绝对是有时嗽，就是迄。所以讲气部无好的人，绝对袂使食冷的物件。哦，囡仔袂晓嗽，哦，你搁摕迄个冰水互伊食吼，迄绝对是嗽甲足严重的。哦，所以讲即个嗽的人绝对袂使安那袂当食着烈的物件吼。啊，若是讲即个肾水吼，有甲生理机能足有关系。哦，生理机能，所以讲咱查某人吼，肾水若无好吼，可能啊那话来排肾过头啦，又则会酸会疼啦。嘿，所以讲吼，嘿，咱知影讲咱的肾脏内底吼。有即个，敢若是珍珠钙粉吼，珍珠钙粉，啊，讲伊你捌食过无？吼，捌，大家拢有食过哦，珍珠钙粉吼，嘿，我知影伫即个，因为珍珠钙粉，我比即个少年结婚以后，我就开始来使用咱即个珍珠钙粉的，吼，啊，珍珠钙粉，因为咱即个珍珠钙，伊是一个超级钙，啥物叫做超级钙呢？因为即个日本人讲叫做卡路西姆，就是钙质啦，钙质就是卡路西姆。啊，咱若是咱的身体吼，万病拢是欠钙质引起的。咱若是讲咱的人若是欠钙质的话吼，伊就安怎呢？血就循环无正常，血也袂悬，血糖也袂悬，吼，啊煞咧吼，血糖悬，啊煞咧即个脑神经衰弱，暗时啊歹落眠啦。哦，若是讲我即阵时啊，即个学校拢困无够吼，伊啊讲啥物会通好困哦，啊困袂去啊，这拢是安尼钙质无够引起的即个脑神经衰弱吼，也是即个安怎钙质无够吼，引起咱即个骨质疏松症啦。哦，上严重就是骨质疏松症啦。我相信咱的即个课程内底好足济嘛是用了安怎钙质，因为咱的钙质内底吼。咱35岁开始吼，咱即个钙质有安怎，就一直流失咯，一直流失。吼，钙质若是流失的话啊吼，啊咱万病就招来。吼，因为35岁开始哦，你就毋知影讲咱的钙质当时走去，咱拢毋知影。吼，所以讲30就讲哦，钙质无够，咱就敢若腰酸背痛，敢若足臭毛迄个。吼，所以讲咱这钙质对你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就知影我少年吼。即个，因为我家己本身，我嘛是生即个外大的囡仔。照你来讲吼，我药食阮大家足无好诶。哦，啊那生囡仔内底吼，拢喺囡仔内底拢吸收咱妈妈的钙质嘛。咱吸收过了后，咱就感觉哎呦，我哪遮酸疼？吼，因为咱的人吼，若是讲即个怀孕的，你无看电视内底，
每一个人若是讲即个怀孕大巴肚，伊绝对是插袂腰安尼啊，安尼，咱拢是安怎？所以讲，咱即个钙质，互即囡仔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一直吸收，吸收了钙质拢无够啊，即个妈妈佫无补充的话，哇，伊就感觉足酸足疼啊，所以讲妈妈就骨质受伤去啦，钙质不够，所以讲我是感觉就是讲，我为少年迄当阵啊，为少年咱就开始一直对即个真珠钙粉因为阮家己本身细人的内底三个我怀孕的时阵，我有生的时阵三个内底就有食真珠钙粉，结果迄三个囡仔拢幼儿皮肤拢幼儿味啦，三个拢安尼啦，乌白乌白啦，奇怪三个无食足面的迄个啦，所以讲我少年时阵我就真爱我甲咱的即个咱即个陈经理咱即个真珠钙粉就是咱即个性命内底迄真珠钙粉，我感觉是我是上爱的啦，因为我是上爱，所以讲咱即真珠钙粉内底伊对咱查某人的即个身体是真正讲主导足重要的地位啦，就是讲咱查甫人拢是需要即个钙质嘛，以及咱查某人的骨质骨质丧失的速度，因为查甫的袂有心啦，咱查某才有心啦，咱若查甫的就安怎，咱查某囡仔的骨质伊的丧失的速度是查甫人的3倍甲4倍，因为咱着爱大巴肚爱生囝，才会讲伊的丧失的速度会足紧。讲咱查某人即个骨质小可大个尔，大部分牙关可能查某较济，查某的是生囡仔生了较济，骨质拢迄个钙质拢无够，所以讲牙关安尼骨头是俗的大部分拢是安怎，拢是查某人较济。所以讲，尤其咱查某人50岁到即个55岁，咱这年龄了后，咱查某人就产生足严重的即个骨质疏松症的骨质受伤啦，因为50几岁因为伊的荷尔蒙下降荷尔蒙去地里药拢一直排泄掉咧，平常时一直放药迄拢排泄掉，咱拢唔知影，所以讲产生咱即个钙质无够，你食物件佫无够，所以讲咱即个50几岁人骨质疏松是非常的严重，佫比讲咱若是讲小可大个尔哇，骨头佫含烧去。老大人上惊，我上烦恼的就是安怎，咱这个爸爸妈妈上烦恼的就是安怎，行无好势，小可踢着尔，拍落去，我害啥安怎，骨质受伤，切会含烧，会断去。哇，我感觉我看到老阿伯若是阿嬷伊骨仔安尼插咧，爱跳几啊个月咧，一直跳爱跳几啊个月咧。所以讲我上烦恼的就是讲，老大人只要你身体好。老大人爸爸妈妈只要你身体好，是咱少年人的福气。只要爸爸妈妈顾袂好，骨头痒痒脚惊，小可跋倒咱的钙质唔够小可跋倒骨头嘛痒惊，咱人唔免惊讲烦恼会含啥会安怎，咱拢唔免烦恼啦所以讲，咱老大人的这个身体，这个钙质对咱的身体是非常重要。所以讲，我这个年岁，咱我家己细人的囡仔，所以讲严重的钙质缺乏。所以讲，我大家就爱来食，爱来补充体力也有够。恁若唔免讲烦恼讲年轻荷尔蒙，你着停止了后，绝对是迄个荷尔蒙一直走去你就无够所以讲无够的话你会感觉食唔好，开始嘛袂落来血压就压到200几，血糖就有2、300迄个胃食密度也无够，有的歹落去，有的糖分也有即个腰酸背痛啦，也是讲骨质受伤，这拢是严重欠钙质。所以讲，我上爱的就是咱这个钙质当然，这个真珠钙有的人讲，这个真珠钙粉是这个对啥物人有需要啦？我是感觉讲，这个真珠钙粉对啥物人有需要？只要是人拢会当用。而且咱这个毋是讲，当然咱大家拢亲口，亲口是有的人会怀疑讲，你亲口内底这敢是素食的？我讲咱这是算做一个矿物质，伊也无杀生，绝对是大家拢会当使用。尤其咱这个正言法师伊的这个内底大家拢有，因为有当时咱素食的话算做讲钙质无够，伊拢是用真珠粉来保养。
所以讲咱的这个慈济呀，嘛是安尼食，所以讲咱这绝对是没有杀生的。啊，还有一点吼，就是讲，真侪人讲，啥物人有需要这个钙质，包括只要是人是安怎讲呢？因为咱的人对大腹肚开始吼，我是食这个真珠钙，互咱的囡仔伫咱的腹肚内底吼，会安怎会照样行，骨头生了足好诶。哦，骨头生了足好诶，你若是大腹肚来食这个真珠钙，骨头足勇诶。哦，因为咱这个囡仔，哦，囡仔，咱讲精子的活动力啦，吼，而且吼，因为咱的细胞内吼，伊的钙离子的浓度吼，会影响到咱这个精子的活动力。哦，而且囡仔嘛是讲这个胎儿哦，咱若大腹肚的人，一天咱的钙质上少爱1200 mg 的钙，咱的囡仔，咱若是讲安怎？咱平常人，咱正常人吼，一天咱的真珠钙粉一天600 mg 就够啊，一天600哦，咱正常人600。啊，毋过呢，咱伫食物件，3顿食物件食饭，吸收上济400尔。所以讲你无够200，所以咱会感觉讲愈来有只对医生，搁一直排血条入来，搁少，搁一直排血条，所以你会感觉讲，哇，哪会安尼？规身躯了规身躯哩哩啷啦。所以讲你一定爱一天上少爱600 mg 这个钙质。啊，若是有心的人，伊要互囡仔来吸收，这囡仔则伫妈妈的体内才会当发育。哦，所以讲，这个妈妈上少就爱1200 mg。所以讲真济，我若是怀孕的话，我拢一直吸收这个真珠钙粉。迄当阵啊，无通好食好讲吼，有通好做便便。迄当阵啊，我少年时阵，若是因为我本身是开药房吼，开30几档啊，我若家己要食吼。哦，以前偌可怜的，哪有地去通好用？拢嘛无，一个碗吼，啊一直累，一早起啊累着1点仔尔，一直磨，一早起啊磨着1点仔尔。以前哪有地去讲下落去拍拍的就好，无遮方便的。是要食真珠就爱豆豆仔揉，啊搁真珠粉吼，外口足贵的话吼，咱若要食吼，就爱大腹肚的人才有通好食啦。啊你若正常人无人去买来食，就拍算啦，太贵咧啦。哦，2000块才1点点啊，安尼尔啦。你若去药房买吼，用真珠粉啊，2000块1点点啊尔。无通好讲哦，阮若以前要食就爱碗内底一直磨，磨咧搁开，哦，啊若是足粗的话吼，真珠粉若是无油的话，就排泄掉啦，就排泄掉啦。所以讲真珠粉一定爱油才有法度吸收啦，才有法度吸收。所以讲，这个大腹肚的人，你若食真珠粉，生出来囡仔是幼咪咪白泡泡哦，足济这个阿嬷吼，哦，看到身躯啦，大腹肚较紧来安那，去药房买一寡真珠粉吼，互咱的身躯食，是顾咱的孙啦，吼，是顾咱的孙。其实对妈妈来讲，妈妈有食饭嘛足用，妈妈有食饭嘛足用。所以讲，你若有心的人，一天上少爱1200 mg 的钙质，咱才有够，吼，咱才有够。所以讲。咱少年时食的话，咱即个年岁较毋惊讲哦，咱遮疼迄疼，啊，咱有安怎哦，也是讲有法规矩较袂安尼。哦，所以讲咱少年，像即马，咱逐工排泄条遮济，即马来一直来补充哦，啊，佫足有够的，拢会使啦。所以讲，咱的人若是讲即个，我拄仔讲对囡仔开始就来食，大腹肚来食，啊，囡仔要长请吼，才是好咧。我就知影讲。即个，阮囝若是要当大人的时阵吼，我来跟较紧食真珠钙粉，哦，即摆170几公分哦，哎呦，那有遮紧啦，哦，所以讲骨头要当请的囡仔，互伊食，佫较赞，哦，佫较赞。所以讲啊，佫是安尼，囡仔，我即摆吼，去阮囝的即个学校拜上的同学吼，你敢知影？每一个条仔即拢讲我是，即个囡仔人查甫人，我讲你人即摆囡仔若是安尼，到底是食即个食物件食了安那？食迄个鸡的啦，爱食啥物迄个肯德基啦，食迄个物件吼，拢有食嘛，拢会头仔子甜啦。即摆囡仔，也是讲囡仔读册拼袂工，一直读册熬夜，所以讲即摆囡仔嘛是规日拢是条仔子。啊，有诶时啊嘛，就是讲月经袂顺啊，囡仔若是讲过路循环无好，囡仔安尼啦，你无看到你逐少看到你孙。
讲说要袂紧来，规个面白苍苍，就昏昏倒啦，哦，就爱人吵起困就安怎？哦，所以讲这个囡仔人若是欠钙质的，哦，较毋过咱这个拢会当改善。所以讲真珠粉对这个囡仔，这个身体改善也是足好个咧吼，也是讲咱有心的人，也是讲这个生囡仔的人上需要，吼，也是咱中年人啦，因为咱中年人钙质拢一直流失去啊，哦，中年人钙质若是流失去的话吼，你就安怎感觉讲，咱的血压会悬、血热啦、血袂清啦，啊，搁安那会麻啦，吼，啊，搁安那血压掠到足悬的人会戆啦。面红光光啦吼，也是讲这个糖尿病、关节炎，吼、这个情形，也是讲脑神经衰弱，较袂困的，吼、较袂困的，这拢是咱欠钙质，所以讲咱有较紧来使用咱这个钙质，互咱的钙质吼补充到咱的身体越来越强啊，吼、也是讲咱老大人，常常看到老人痴呆啦，上惊就是这个人啊，这个退化去啊啦。啊，退化去，讲迄个阿伯啊，佮出门去，佮毋知影好转来啦。哎，真济阿伯啊，拢是安尼啊。阿伯啊，你住倒位？我嘛毋知影我住倒位。有诶阿伯啊，真正失忆症吼，这手爱带一个，你住倒位？你叫啥物名？吼，爱写伫遮。真济阿伯啊，足奇怪咧。伊吼，平常时啊拢好好哦。伊若是买迄个香肠，问伊讲你老大倒香肠毋知？昨就好好呢。哦，像阮出去食阿伯啊。伊就知影讲啊，这个是阮妈妈啦。伊就甲我问讲，啊，迄个蚵仔送是啥人？我讲阿伯啊，迄阮妈妈，你逐工就甲伊讲话，你袂记哩啊？哦，一工尔，伊就失忆啊。哦，所以讲咱老大人上惊就是这个失忆症，失忆症吼，上惊恐慌，哎，阮到倒位拢毋知。哦，所以这个情形来咱若是讲来爱做一个保养，尤其咱即卖的人吼，每一个拢是安怎酸性体质啊。酸性体质就是讲咱较看病，囡仔拢爱食饱，好佳在咱的这个道亲吼，好佳在大家拢吃够吼，较袂讲产生酸性的体质啦，吼。你若碱性的体质吼，第一个较会后生，第二个碱性的人吼，较袂看病啦，吼，较袂看病。所以讲你若看病足济人生查某囡仔生足济，较紧来去食真珠吼，较会生后生哦。讲若是讲这个碱性的体质啊，咱较袂看病，吼，咱较袂看病。所以讲，这个钙质拄好是碱性的，佫会当利咱的肾，因为会当甚至佫肾水会当入咱的肾，所以讲你肾的问题拢有当甲伊改善，所以讲真侪钙粉贵人出生到老，拢维持咱的健康，真来讲，佫这个咱对咱这个钙离子，而且咱这个真珠钙粉是真侪种啦。真珠钙粉市面上足侪钙质呢，可比讲咱的药房内底咱药房内底是卖足侪这个钙质，有无？我相信咱的道亲拢有去这个药房买过钙片来食，有无？拢有买过钙片来食，钙片来食肯定是细着伊内底这个吸收较无遮好，较袂遐好，因为咱这个钙质爱有离子化的钙质。才有法度吸收，所以讲，咱这个真珠钙粉内底，伊就是有离子化的钙质啊，伊就是阳离子的钙甲阴离子碳酸结合而成的离子化，所以讲，咱这离子化的钙质会当甲咱吸收，吸收的话，咱就袂讲去西药房买足侪钙片，食的效果无好，因为拢大部分白血条较济，所以讲。咱这个钙质白血条，所以讲你无吸收遮济的话，可能就是安怎，食伤济，佫败伤济。所以讲钙质有足济种啊，咱爱有找有离子化的钙质，才有法度吸收。而且我就知影咱这个真珠钙粉因为咱这个市面上。